近年港車北上越嚟越方便，但要擁有一副中港車牌，資金安排都係一個重要考量。今日就同大家講下點樣透過上會嘅方式輕鬆搞掂中港車牌嘅資金問題，等你可以無憂無慮咁暢遊中港兩地。簡單嚟講，上會就係透過銀行或財務機構嘅貸款，分期支付中港車牌嘅費用，既可減輕資金壓力，又可享有較優惠嘅利息。中港牌上會嘅基本流程係點樣呢？首先，當你決定咗要申請中港牌上會之後，會先簽訂一份申請中港牌嘅合約。銀行或財務機構會根據你嘅財務狀況進行審批。當申請批核後，會有兩種結果。如果未能成功批核，合約就會自動取消，你亦唔需要支付任何費用，唔會有任何損失。如果成功批核，你只需要支付一筆3萬蚊嘅首期，而餘下嘅款項就由貸款機構支付。呢點就同 HP 租購計劃唔同啦。下一步就係正式向相關部門申請中港車牌，並提交所需嘅文件，例如司機4證、牌簿、行車證等等。申請批核需時，一般需要等大約3個月，之後就可以去公安廳揀選車牌號碼，正式攞牌上路啦。喺眾多選擇當中，大新銀行嘅中港牌上會計劃就係一個值得考慮嘅方案。佢哋嘅服務審批流程效率高，幫你節省唔少寶貴時間。申請簡單，手續唔複雜，令你輕鬆完成申請。接受現金工作，對於以現金出糧嘅申請人，大新銀行亦提供唔少彈性。喺貸款條件方面，大新銀行提供最高港幣20萬嘅貸款額，還款期數由6個月到60個月，彈性十足。而利息方面，大約喺0.8%到1.15%之間。另外，每年會有1%嘅手續費，呢筆費用已經包含喺你每月嘅供款入面，唔需要額外支付。申請大新銀行嘅中港牌上會，需要準備啲咩文件同符合咩條件呢？收入證明，證明你有穩定嘅還款能力。月結單，個人申請就需要提供個人月結單。如果係公司名義申請，就需要提供公司月結單。聯絡電話，最後就係信貸評級 TU， 需要達到 G 級或以上。最後，為咗俾大家有個更清晰嘅概念，我哋用人民幣20萬，大約港幣23萬2千蚊嚟做個例子，比較下大新銀行上會同 Hire Purchase 租購計劃嘅月供情況。從呢個例子可以見到，大新銀行嘅上會計劃喺月供方面，的確比 HP 租購計劃更具競爭力，幫你慳返唔少錢。希望今日嘅解說可以幫大家更全面咁了解中港牌上會嘅概念啦。有任何問題歡迎 inbox 或者留言話俾我哋知，記得 like 同 follow 就唔會錯過中港牌實用資訊。我哋下次見，拜拜。